哎呦爸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，你们必须得跟交通署那边的人说清楚。都是那辆大货车，红色东方的大货车，他想撞我，还按喇叭吓我呢，把我给吓着了。他危险驾驶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我一回头，哎呀，东方人都很老实，怎么敢撞你？不是爸，我是您亲儿子，您都不信我了？嗨，还记得我吗？追尾他的爱车，价值500万。350万。价值500万的利宾斯，这位就是杀手。杨坡，你小子说话能不能漂亮点儿？我不会说话的时候，就会动手。OK， 老弟。最好先扒光他的衣服，让我先给他来一个。请尊重我的对手。卖给我。我们说好了的，我定金都给了。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100万，代我向道恩总长问好。